燒炮仗啊！哇！開工大家，保持使用啊，掃翻乾淨佢先。我喺花街買翻嚟嘅呢棵士多啤梨都已經開咗好多花啦喎，準備有得食啊！咁啊，新年新氣象啊，大家一定要暴富啊！係暴富，繼續暴富，係可以啦，即場拆利是。咩啊？表明咗乜嘢啊？表明咗呢個世界咧好多假象嘅，認真工作咧呢啲先係實際。冇錯。啊！咁啊，新嘅一年咧，我哋嘅團隊咧，除咗美食之外咧，都會去到唔同嘅地方啦，拍攝一啲文旅嘅題材啦，仲有一啲工廠嘅溯源啦、地方嘅特產等等等等嘅，大家可以期待下。嗱，今年咧蛇來運轉啊，大家都財源滾滾來啊，一齊爆單！